从骑机车入去到家人的中山隧道，竟然看到穿白衫、长头鬃、砍头砍面的女鬼啊！害这个骑车的民众惊甲勒残啊，切甲规身躯伤，而且连续3、4个拢有惊甲摔车受伤。哪有女鬼出来害人呢？警方一查，这竟然是为人要拍着万圣节的相片，变古变怪啊，去害人看到鬼啊！ 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行伫咧路里后壁，佮停一台白色轿车，两个人行无几步就停落来世界上。这毋是旅游景点，是伫家人中山磅空。磅空内底车来来去去，毋过这两个人毋若行来行去，佮翕这张相。查甫人穿乌衫，头毛佮放落来，徛伫咧磅空，互查甫人翕相。这个光线，这个画面，互人感觉足惊人的，嘛有几路人互惊到。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，然后用这种扮鬼的方式，然后葬在一个隧道里面，然后让这些不管是骑士或是驾驶者经过的时候，心里会有阴影？我认为这个太过分了。 确定是人为因素的话，心里就比较放心啦。民众错一条，过顿港骑车，佮因为精神无好，勒残摔着伤。根据警方调查，翕相的人毋若2个，是有3个人。26号暗时7点多，驾驶驶去磅空内底，互一男一女落车翕相，了后因佮分2摆上车离开现场。根据了解，因是因为万圣节要翕影片，才会伫磅空摄影。人惊人吼，会惊死人啦；鬼惊人吼，袂死人啦。警方嘛表示，涉案的这3个人可能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还佮有道路安全处罚条例等等，会继续调查，依法办理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